说话了，我不需要这个。我只需要你给我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声的叫，叫的越大声越逼真，越投入越好。没其他的了？没了。那还不简单？这钱。开始吧。停！
别收拾了，回头我给你弄好，送到你家去。消消气儿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好了可不能反悔，就这么定了。再说啊，也让你轻松轻松。